受到非洲地震影响，全国的喷要安怎处理是引起社会关注。台南就有2间发架厂，逐工会当处理45吨的喷，甲转做有机肥，成做防疫期间的靠山。空服人员透早无闲咧搬一桶搁一桶的喷桶，准备倒入去降地区。台中出现全台头一个本土非洲地震了后。店市随全面禁止喷漏气饲猪场，专拢集中去城西甲生化2座高速喷水发架厂来处理。目前逐工处理45吨，那逐个月按算通处理1200吨的量。店市长黄伟铁期备到场视察，强调已经全面启动防疫机制，确保喷收温处理顺利。这个高速发酵之后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厨余是比较刚做好的所以说味道可能还是有点味道。那如果一直依序往里面走的话，就可能说已经可以经过10天的曝晒，之后就可以直接拿装袋，然后来贩售给这个农民以及需要的市民了。针对2021年设置的喷水资源化系统。开高清200万设置2座高速发架厂，加一搭传统的吨肥场，透过自动化流程来进行冰烫破碎、高温发架、掺除槽的作业。10天得当产生符合标准的有机肥。环保局讲，这个有机肥料用来做农地土质改良，嘛得到济民众的肯定。厨余的来源都是天然的食材，熟厨余或是生厨余。那对不是化学的肥料那对我们的农地、对我们的环境比较友善。那我们这个厨余厂也取得了肥料登记证在整个的肥分的部分相当的足够。目前全面禁止使用喷饲猪，就算这阵台南有2座高速发架厂，嘛敢来当处理全市大约1/3的喷。市府呼吁除了强化后端喷水处理，源头减量嘛真重要。民众煮食尽量爱准则好势，莫有剩。若去外口食无了，嘛通包回去，减少浪费，嘛对降低防疫风险有帮助。记者台南采访报道。